利樂泉有限公司6月8日早上10點10分正式遷址至青州工業園街跨境工業區澳門園區9樓，並舉行僑遷儀式。招商投資促進局行政管委會主席余宇生、委員李祖森以及來自港澳及內地的商會、協會、客戶等到賀。總經理左敬雄致辭時表示，新址將強化公司作為中葡商貿紐帶的戰略定位，進一步推動葡語國家特色產品拓展亞太市場。公司自2015年成立以來，已精選葡萄牙等葡語國家的特色產品，輸送至內地及東南亞等周邊市場，現已形成食品、日化、文創三大產品線。新址將開設包裝工廠，引進葡萄牙半成品在澳加工，建立自主品牌。今年新引進葡萄牙特色鹽類產品，並新增引進葡萄牙酒類產品，並新拓展國內及東南亞經銷管道，同步開拓葡語國家新合作夥伴。下半年將舉辦葡萄牙節慶主題展銷，推動葡式食品、工藝品等與澳門文創跨界合作。新址啟用後，將設立產品展示中心，向本地中小企開放葡語國家商貿對接服務。未來將深化公益合作，擔當中葡可持續商貿的實踐者。